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9节，创世纪21章第1节到第7节，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社会上签约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签约的双方都能够按照契约的内容去执行，这是约或者是说应许的目的。上帝的应许必然实践，不但是因为这是上帝赐给世人的恩典，更是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就如同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要给他们一个儿子，他们等候了25年之久。对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是认为说，哎呦，上帝怎么可以说说而已啊？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必然实践。那现在问题是，上帝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方式来执行他的应许。创世纪21章第1节到第7节，上主按照自己的诺言赐给撒拉，她怀孕，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果然在上帝所定的时候出生，亚伯拉罕给他取名叫以撒。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规定，在以撒出生之后第8天替他执行割礼。以撒出生时，亚伯拉罕100岁。撒拉说：“上帝使我欢笑，听见这事的人也要跟我一起欢笑。”他又说：“谁会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抚养孩子呢？但是他年老的时候，我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上帝赐下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这样的应许并不是马上就实现了，但却是按照上帝的计划的进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的人就成了上帝的一家人。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这样说道：“蒙上帝选召的信徒朋友们，你们应该思想耶稣，他是我们信仰宣认的使者和大祭司。他忠心于选召他来工作的上帝，正像摩西忠心于上帝之家的工作一样。盖房子的人所得的荣耀超过了他所盖的房子。同样，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每一所房子都是人所建造的，但是上帝创造万物，摩西在上帝的家做忠心的仆人，为上帝在将来所要说的话作证。然而基督以儿子的身份忠心治理上帝的家。如果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和勇气，我们就是上帝一家的人了。事实上，一直以来，上帝透过许许多多的方法将他的救恩赐给人，但是人们却是心硬，不相信上帝，不接受上帝仆人的带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上帝将独生子赐给了人们。上帝一直在实践他的应许，反倒是人们没有按照约定来接受，来遵守主的诫命，反而背离了上帝。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9节。我爱上主，因为他垂听我，他垂听我的祷告。我每次求告他，他都垂听我。上主赐给我一切的厚恩，我要怎样报答呢？我要向上主举杯，感谢他的救恩。
我要在他子民的聚会中向他还我所许的愿。在上主的心目中，他的一个子民死去是多么的可痛喜的事。上主啊，我是你的仆人，你跟我母亲一样，我跟我母亲一样侍奉你，你已经释放了我。上主啊，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要求告你的名，我要在你的子民的聚会中还我所许的愿。我要在你的殿宇中的庭院里，耶路撒冷信守我的诺言。我要赞美上主。感谢主，你是信实又满有恩慈、怜悯又赐下救恩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成为诚信的跟随者，忠心的跟随，坚定的守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